开会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出面台会，我是本小 K 哦。关心台湾水资源嘅问题，出面台会係用嚟2禮拜嘅時間，專門嚟討論呢個水資源對台灣嘅運用發展哦。上禮拜呢，找到嚟專家學者強下嚟關心，就了解研究嘅管理到底用嚟做到行較好。不過呢也啲咧，台灣雖然講係一個雨量非常豐沛嘅國家，不過呢，呢又係欠水嘅國家，啊矛盾嘅咁嘅情況吼，呢係講冇辦法個困擾。不過，呢會用個節流呢，了解基本良心嘅當中嚟討論，到底對用戶端，在我們自己的身上可以做到怎麼樣的一個節水概念，就係對台灣水資源嘅永續利用，就係有正面嘅咯。基本也都分析要強調呢水利嘅專家，還有專家學者共下嚟探討。體育會向前紹介係呢星空大學水利類嘅教授詹千德詹教授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非常高興，體育裏邊呢也係水利專家，強到嘅係惠中大學學會工廠內嘅教授廖超憲廖教授。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興，你發現你國內嘅水利專家當當係你行業吼，有當幫係工會廖安強。第三位裏邊呢，你紹介係台灣農村陣線嘅研究員陳平軒，平軒好。主持人好，全國觀眾朋友，大家好。好，分享。裏邊呢係特別會用呢下兒童生法，包含廢棄水嘅利用，還有水廢水療程嘅檢討，當然還有呢講到農業，還有那個廢棄水用我好好的處理哦。呢也啲呢下呢參謀台灣做都到呢做天旱啊，大家都少到維持，因為呢下水庫斷到耐曬，冇辦法個鹽水，那個缺水嘅情況驚怕仍然有會個發生哦，係講冇好好解決。呢度先透過新聞分析報道，先去了解台灣呢下嘅用水都到的哪條困境。設置來到嘅三文水庫，一下係4月15日，三文水庫嘅噸水量25.6%，超無三成。也全台灣水情按嚴重，對也當然都係用到嘅水，大家實際嘅感受係樣嘅喏，也就係大家所講嘅有感。記者你也來講好誒，當然很多嘅細神實際來泡澡哦，撈一桶水而撈佢撈黏起來，又好細神，而用到嘅水料係幾多呢？先從來問看下小朋友，你有冇泡澡過？有。那你猜像漏一桶水把它漏滿要多少錢？500多吧。你呢？100塊。你呢？30幾塊。假如說是6塊的話，你覺得怎麼樣？很便宜。嚇到，太便宜了吧？講到水料就像係講天氣供應，抽船撈水庫，小朋友輕聽，甚過大家也看到水庫嘅滿水位飄高線，太馬古扎嘅245公尺。就像係填杯暗熱，準開水龍頭，水刷上一下流出來，池水用水按呢片，乜嘅人多冇水好用哦。對台灣人來講，驚怕想都想唔到。你來看7萬多公頃的森林的維護，還有水庫的營運，還有水管的鋪設，還有淨水廠拉到你家，讓你自來水龍頭打開就7塊，只有10塊錢。所以說大家都不會去珍惜。你按你礦泉水一罐他們10元啊20元啊哈，啊實際上按你這一噸的水差不多1600人罐，按呢600cc 的按呢兩個礦泉水嘛哈，啊其實出水公司做好以後賣俾百箱的時間它是講上一噸水差不多10元左右添啦哈，所以講相當的便宜。水料會減透膜，會起價膜，就變做大家千煩惱嘅問題。民眾用水習慣要用嘅調整哦，想要省水，就會對細細嘅地方做稀釋。你如果沒有裝墊片的話，它的每分鐘大概會有流掉25公升的水，25公升的水。那如果我們可以把它換算成比較小的這種膠耗子，我們平常洗手用的，它大概1分鐘大概1.3左右，都差了20倍。各式各樣嘅水龍頭別看啊，水一下流出來，同細細嘅用噴嘅。用量所長就有20匹，而用嘅將做得到水省下來，所以你唔驚麻煩。抄水表，也係最重要嘅事情，因為
青岛水在流的时间无上无缩啦，你完全唔知从哪年，所以有看到条水表的变化，就我清洁，你明明都所有水量条都管贴，人水表还见出来，就咧伊表示讲还在流水，用潮水表以后去管控以后节省让50%的水。台湾平均年供应量有2500公里安高，係全世界平均稱嘅2.6倍。不過以海陸動態，ที่卡電河壩又唔拉長，尤其上客家嘅供應量造成流入太海嘅，結構設置有好用嘅水。但搶年供應量嘅26%，它的漏水率，这些管线可以把它做得更好。第二个，水应该把它分开来、分级来使用。比如说我们日用的饮水，那你就用净化好一点的。那其他的你一般的浇花、浇灌用的水，那就用自己的水来使用，可以把它分级来使用。台湾基金本聯合國點名，喺全世界缺水危機排行榜第2，打第18名。對67年來唔是有高嘅天旱，大家都應該明確啊，還做到乜嘅？這題內唔係千名股嘅沖水，也係中原大學嘅廢水好方法。老廢水過後嘅雨水拿落這題內，條擺當年都愛洗，也係可以做2年洗一擺。反沖洗的水一次大概20噸，2天大概20噸的水會出來。那我們外面那套設備就是去接收這些水。然後再過濾生物炭這些設備接觸濾材過濾以後，會變成再回到變成乾淨的水。那我們會把這些乾淨的水拿來這邊沖洗地板，還有其他棟樓的沖廁使用。因應限水政策，學校嘅抽水池內杯特別高時，停水也2年，學生嘅想去抽水做唔得。於是廢水內桶上水，宿舍用水沒愛清計高。男生宿舍大概目前住了1000多個學生。那每天會產生大概200噸的污水，那這200噸污水經由污水處理廠處理呢，再經由沙濾池的處理，就把它變成是一個乾淨的再生水。那一股的水大概每天回收100噸左右。老學生嘅宿舍嘅污糟水清化再個利用，拿來煉化從偏鎖，對抗天旱，高峰潛水上水，透過再生水嘅計劃，老通下水資源嘅概念，表現設法地度。係講我哋用過嘅廢水水做得好好高利用，你唔但想做得上水之外，你也唔是高少要天冇落水嘅時間，你用解晒咯。我聽下你看到嘅新聞方面都看到吼，我會請問你嘅詹先生，因為用緊講啦，像係台中染膏啊嚇，因為用水量下多，學生嘅動多嘛吼，所以比如講全台灣咧講呢個台中染膏高染地圖，即刻咧研發呢個上水設備就係講廢水水嘅利用系統，係咪正經對呢啲嚇台灣度全台灣安欠水嘅情況，其實係一個正面嘅效應咯。兩擺欠水嘅時對我新港頭來講，你咪要接應你上水。你上乜嘅水呢？新港頭上水嘅方法係上自來水。哦，自來水唔好用暗水盡量唔好用，自來水咧洗手係濕嘅，嗰種係用自來水做實驗嘅，教室係用自來水。咁個化染嘅部分、膠水嘅部分、清洗東西嘅東西、洗東西嘅部分是用回收水。cái廢水水呢，其實廢水水唔係講一天就用過嘅，按照廢水水。cái廢水水要一部分係攞嚟下雨落水嘅，攞去裝入來；一部分係個地下室嘅，地下室嘅法式只有啲材料啊，前到材料起咗，而家到替代倉嗰些嚇，替代倉嗰些要計回收水。計回收水基本佢價為自然地位流落嘅，計流落又偏將去頭擺是攞去抽入來，強到些抽體是計抽到排水溝嘅。你下先講睇下是攞去拿入來嚇。對澆花澆水，佢頭擺用到自來水做澆花澆水部分全部停停，還是用回收水嚟做澆花澆水，按照替代水。線上那個廢水水拿來用了凍蟲藥係冇唔好打鬆機，因為佢做得用啊。水係講要對廢水水係講，家要個天要講係講，熟上已用過廢水水係早處理是好麻煩。咁個地下室那一類廢水水其實係強嘅。強嘅嘛。其實強嘅，咁個佢可能有礦物質嘅成分好多，嗰度你好唔安心啲。咁個拿來澆花洗東西嗰度全完全做。一好用啊，全好用，水抽起來就真強烈嘅。另外，還有一個係雨水天降甘霖，這個雨水，那部分我會請問你個老教授啦。雨水，你想到
天空当又落水哈，安尼又做了个水库咧囤水嘛。不过现在台湾一个很严苛的现实条件就是讲，安尼大部分主要的水库都囤到那啥囤到超过3安淹重，其实就算又落水啊，也冇办法囤到安度啦。所以拄到欠水时节就都麻烦的嘛吼。所以安尼因对雨水嘅利用和昨天用的上，从你安度应该研究哦，那个雨水的利用，除了囤在水库之外，还有其他嘅做法冇？很多人说，雨水没有下在水库，没有下在对的地方。是。好，因为它没有下在水库的集水区哦。那以后你躺学，你取得有没有道理？那雨水怎么会下在对不对的地方呢？它下哪里都是对的，对哈，是我们不对了，是我们把水库呢放在上游，只告诉老天哈，你水莫乱落哦。哦，因为水库的集水区哦，跟老天会糖也会吗？唔会啊。老天落水落到别个位数anyway 用个利用该别个位数的水呢。嘿。所以开始讲，其实都市哈，动多房子很多，都市房子很多的哈。所以说我们大家利用屋顶哈，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集水区哈。把屋顶水下雨把水拿下来，而且一般我们该都市该楼房哈还够啊，所以楼房越高的时候呢，给4个立面很大。好，一般我们下雨哦，不会垂直下来，都有点斜度下来嘛。所以假如说我下雨呢，我就利用建筑物哈，给屋顶用4面的这个立面哈。可以收集雨水。那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案例是某个单位可以集到多少量的水资源呢？其实大家看一个最好的案例，有台湾最好的案例就是台北市的动物园。动物园哈，因为台北在木栅嘛哈，第一个月的年雨量大概4000多公里，水很多，但是呢，它动物的用水很多，所以大概在10几年前，那个经济部水资源局呢，就开始帮助那个动物园去收集满屋顶的雨水、地面的雨水。那到目前为止它大概整个动物园大概50-60%的 percent 左右，它的水量是靠雨水来供给。这样子就可以供给，所以它其实真的就像老师讲，用到自来水是尽量很少，很少减少，对。安用好，非常感谢。其实啦，你设法都做的利用该废旧水动豆。那评选我也要请教一下，其实台湾的水资源，河水哈，清清河水流啊流，可是。在高度发展的情况之下，很多珍贵的水资源是被污染的。这污染的水源，包括工厂用过以后产生出来的废物水往外排，就这样流到大海，污染生态之外，也很可惜，就是流失掉这些水资源。这些污水的回收处理，是不是也在这个关键上，也是应该被检讨、被提醒的地方？是。现在以台湾的污水回收的状况，不管是工业用水还是民生用水，它的回收比例跟世界上其他先进国家相比，都是过于低的。那换句话说，在台湾虽然降雨丰沛，可是我们水资源难以留住的这个情况下，那这一些就是如何让一滴水它可以重复利用，然后一滴水可以用好几次，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发展的事情。可是现在以家庭污水来说，那它通常就是进入污水系统里面，然后就被排掉。那它没有一个很好的回收机制。那工业污水的回收比率大概也只有40%左右。那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就是一滴水用一次，我们就把它排掉，这样浪费掉的情况，在台湾这种水资源缺乏的国家来说，其实是我们当务之急，必须要赶快去检讨的地方。可惜了，如果说我们的源头已经找水不易了哈，末端又没有好好控管，就像那个库口袋破了个洞，水尽量往外流，可能这一辈子都还在轮回在缺水干问题哦。不过你有反省到一件事情，就是讲，你下推翻个水库囤到，那上没办法囤水库的淤积率都超过30%，可是我们已经淤积了，我们的漏水率还在继续漏，我们全台湾的自来水的漏水率将近2成哦。这些水还不是一般的原水，它是透过净水厂净化之后，透过管线输送到家户的用水。不过呢，这些干净的水源在送到家户之前哦，在途中的这个运输水源的管道当中，就少掉了将近1/5的水量。所以你看到哦，你推水啊，大家总结全台湾大概流水率又减18%哦，减又2%哦。台北当然是北水哈，它这首善之都嘛，所以控管好好，公道又16。我们比较其他各国来看，我们的漏水率还是偏高哦，跟日本相比起来，你很日本流水就6倍哦。你国内看到哈，其实这个水管的管线老旧哈，可能就是造成漏水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有看到哈，你通常咧比起咧台湾两部分看到我们的这个汰换率非常低，只有0.62%。照国际的自来水管的这个汰换率的标准，大概是定在1.5%。你看我们远远不及哦。那高雄战性上，爱像会抢问，多大概
水头水咩？安尼较尾安样讲吼，水头水个管线汰换率为安带系难度哪一位呢？起点是5地来拿流水啦。5地位吗？其实，个水管系去甲做唔系因为个管唔系一挑诶，加万挑加千挑啦。个水管吼，个起诶时啊，就唔系一扎4团起落诶，个加咧是加新面子后安加伊咧起落诶。个水管太管要地啦，细管接咧接题目些是5地啦。所以水管吼，佢度个管路啊，要到路其实唔清楚啦。还要到外弯诶些吼，个施工啊吼困难度当高，顺条可能要拄到因诶屋啦。拄到个特别的建筑物啦，所以佢施工也真难啦。他人为怎样意思？你的水架带啊，流水那些吼，两个起都心痛啊，因为慢痛啦。另外一个原因吼，是讲个政府重视的长度较唔拿啦。啊，先生，我请问，像我们的漏水率又减2%，按用个量抬也唔抬喏？个抬当然抬啊，当然抬哦。2%诶，个系讲个2%的话，都安尼是唔是减水啦？原来系安样，所以其实会省也会省啦，吼，会贵也会贵啊。你也去一些有去访问了白水处啊，吼，记到政府部门也真紧有看到了问题，也确实也会做啦。不过记到做的有力个长途多难哦。你咧团去访问个是这很用个讲的哈。我哋度澳湾的水管呢有3300人公里。也弯到1400人，其實係要當到嘅水管去彎河。其實我哋彎水管咩唔係講想彎就彎河，我哋要做一張個小區計量河。我哋要先攞一個地方河，先嚟包起來。包起來以後呢，我哋去看一個地波嘅流水嚴重嘅，我哋要注意彎；冇按嚴重嘅呢，我哋要先不用等下擺張來彎。所以因為要先去做嘅較嚴重嘅所地方，所以呢個流水河再做廣告案件。一條路底部呢，乜該管主要有瓦斯管、電信管，乜該5大管線全部都帶下。啊，呢個水管呢係清做嘅，清做呢就會買到清下擺，大家水管線呢全部壓動啊、啟動啊了當過。我來彎實在冇咁簡單。它这个水签哈，你是冤冤摸挑摸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势必是俺就是讲，嘿，用水好多诶，俺就嘿把它的水价呢做一个调整。那我们相较因为台北市的人口好密集啦哈，该这个，因此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成本呢可以说是降低。那所以说呢，它这个水签呢比台湾省自来水公司来讲算是比较便宜的。系讲真紧，政府又砸下预算时间吼，到底这个效益有没有呢？你来看哦，其实特别白水处啊，哈，佢也实体的200万元那个预算哈，10年之内呢，围绕了下分担个那个16.7%左右个那个汰换管线的个汰换率，做得个提高哈。汉卡呢，汉卡佢也流水率然后佢系希望做得降到那个10%变呢。啊，用吼到咧吨动到的水差不多有2.32。你看到台湾吼系1磅哦，9元1磅就系1度水。啦哈，就是1吨，9元运艇哦。那其他的国家呢？你都看到，除了伊朗比我们低之外，日本35，美国39，看到丹麦，它的1度水1磅是91元运哦。所以各国平均下来，他们1度水都还要43块，那我们才9块钱，平均只有人家的1/5。哎呦，大家有时都哎呦1磅9元运多大便宜还很贵。我们打一个比方，让大家会很卡了解。你讲今年哈。你一个家庭又洗衣服又洗衫衣吼，一年的水哦，摸到3000元哦，包括各种洗刷吃用的水，你知道不到3000块。所以，我还很想问站信上啦，水费挺便宜，那因为唔系20好的政策福利，系电都会透到你水质应该利用系安用嘛？唔系，你水价便宜来讲诶，很因上水按照道德劝说啦。咁都困难啊！系啊，佢困难，佢实际上即个唔会感觉吼，呢种东西会花钱到钱啦。佢会让香到乜嘅啦？佢会让香港，佢会感觉讲你水欠水冇水哦，系政府嘅事，唔系我嘅事啦。所以你水钱停咗起，系你起得分級起好好啦。用翻嚟，你比如上次张燕20度。冇是30度个价钱找了要天气安样，你不讲安样洗身泡澡因洗身加天气咪报嘛，泡一次澡唔是10元嘛，哈，该种系水质，佢系花好多因，你系用道德劝说挺难啦，你不去洗身泡一次澡100元来讲哈，佢是会上水啦，所以分级来讲哈，有可能达到你嘅目的啦。所
所以这个目的明确不变，就会停从两口内水费停从的挑紧啦。那平轩，我先请教一下哈，这是我们讲到民生用水还一度是9块钱，听说工业用水是不是更低？是。目前台湾的水价的确是太低了，不管是民生用水还是工业用水，以自来水公司它开发的1度水的成本大概11块多，11。那水利署它在开发原水的成本，尤其是现在新水源难觅，水利署在开发新水源的成本，它动辄就是超过30块。哇哦！对，所以说我们在水价上面真的是非常的低。那我们看到民生用水是9.23元，那实际上工业用水更低。以六轻来说，政府把水卖给开发原水卖给六轻，1度是3.3元。哇！中科四期1度也是3.3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非常离谱的数据。而且它便宜，可是而且它用水的量非常非常大哎，那是不是用水越大，它的价格算起来就更便宜，便宜到占它的整个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数据。是，所以我们从刚刚的数据可以看起来，就是基本上现在不管是国家开发水资源，还是自来水公司供应水，它都是一个赔本在供应。所以你基本上你用水，你就是用越多，我就赚越多。水价以现在台湾的水价来说，它占我们个人所得只有0.2%，占工业的产值更低，只有0.08%。在这么低的水价的情况下，大家当然不会想要省水。廖高修，人家常常讲走时间往往是力之所趋，再不然其实就是要有2手政策，一方面你可能要给他萝卜，二方面可能要给他棍子。从安样哈，系讲做得有理顺和其正期，比如讲省水产业，如果慢慢可以未成规模的时间，赏水电都是一门好生意的时间，还没有一种很强大的诱因哦。你可白？那这个主持人赶快附上口哈，讲以色列哈，你大概知道哈，以色列大概有200多家水科技产业，一在暗吼，因为水价很贵，以色列就是要一个人哈3.5度以下哈用水的人业的哈，3.5度以下冻便宜。你一旦超过3.5度呢，可以增加的幅度每1倍2倍哦，增加到1500块，很贵增加的哈，大家就会省水，好，所以也很多个产业哈，买省水产业嘛，水表自动监测嘛哈，它就出来很多产业出来，就为了省水。好，它特别是因为这个水价冻便宜啊，所以嘛很多刚刚雨水产业哈，刚刚讲嘛水再生利用产业哈，都很多因为切开水干便宜嘛，那走开很多市场是摸迁都嘛，他摸一想走吧，好，所以我建议说哈，这样调整我是建议的哈，大家可以说聊聊而已了哈。那起头哈，刚才詹先生讲说是水价应该怎么样，是应该怎么样定那个涨价标准哈？标准。但是狗皮警服啊哈，都是说水价上天掉下来的资源哈，不应该收什么钱的哈。他有个观念，基本上我纳水蛮简单的，引导他都摸处理摸收集的话呢，跟有水有用。好，他第二个我说第二，他所以水价要压低嘛。其实我倒建议说，图照顾百姓的生活嘛哈，我是一个建议的哈，说如果可能的话呢，说每一个家庭哈。10度水费1个月10度50千。不过超过的时间都要算累进的方式，用长度来达到这个有效省水。超过一图哈，30块，回应成本的哈。和它用水用9度8度噶斤状，那水超过水哈，好，那是斤状哈，省水嘛是哈，那才有用啊。因为水价可以百姓说不痛不痒了。其实完全不会想我省水。平轩，那我请教，这是我们供人的用水上，我们要有一种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啦。那我们讲到这种用水大户的工业，将来甚至工业提新的开发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政策的工具端出来？如果你真的要开发，要求企业要一定比例的回收水的自己的利用，或者是说它的水费又超过像2位教授讲一定的额度标准的时候，每1000度我就累进再增加你的水费，用这样的方式来真正彻底达到环境的永续呢？基本上现在的水费过度便宜，那也导致说工厂它没有工厂或是工业单位它没有诱因去省水或是开发新水源，所以你看我们工业的现在的那个回收水的比率只有40%，那开发新水源他们有去评估，我用现在的水源，那我要花费多少成本？可是我去用海淡，或者是我去用回收再利用的时候，那我的成本会3级跳，所以他们就不会倾向这样去做。所以说，用法律来规定它。所以我觉得哈，在水费这个部分是要去做一些更动。也就是说，现在台湾的水费其实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太低，然后第二个是集聚太小。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集聚再拉大，然后同时定得清楚一点。现在我们集聚到200度以上就没有啦。
可是200度到1000度，这个中间这么大的集聚，你这个水费怎么算？那1000度以上、2000度以上、3000度以上，这些集聚，我认为都要明确去定出来，依照产业的现况，去把它很明确的定出来以后，然后开征那个水费。那重点是这个水费必须要是反映成本的，必须让工业知道说，他们使用了这么多的水，这么多的公共资源，可是它的成本是从哪里来的？当成本效益的观念落实在使用水的这一件事情上的时候，那么工厂或是工业，他们才会有诱因去往回收水的方向，或是往开发新水源，例如海水淡化的这个方向去做努力。这是一种具体的督促要 Q 啦哈，而且话再说回来，如果将来开征这些水费，直接再回来补贴，我们好好做这个老旧管线的汰换，那不晓得很快哦，可能几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漏水率往下降。你还动重要该事情，你就你讨论到，你废修水动重要，那个流水率听从的改革，当然那个水迁水疗迁，你要好好的想，可能不要被操作成民粹的议题，听从的为用修改发展利用係好好的想。你现协群校，养批局准备，大家都难怪了农业用水係最高的，係国好水嘅产业。不过你要用嗰啲分配，係用嗰啲群一個農業用水，佢對你幾隻生態環境嘅好處。現協群校養批局准備。出面台会嘅讨论现场，你俩是我哋讨论吼，到底对你用水嘅人吼，用个枪起价开始做起，为好好做到上水，莫本了按正规嘅水资源，莫好好利用，像用大松体，今日也动分析到你合格嘅水利专家叫我哋好好讨论咯。其实呢，你下大家又普遍一种商议嘛，知道你下发展也蛮好的嘛吼。你个农业用水那类耕种嘅水挺多的吼，你系所谓系高耗水产业，甲产值又冇工业安过。係咪係真緊？你個農業用水吼係首先，你台灣水資源唔係安樣從安樣講嗎？係安樣嗎？你其實呢條個方面了解農業用水，佢有佢上水嘅方式，個方式係環保嘅麼？係對國家水資源嘅利用也係一個好嘅合適嘅方向麼？你看兩團分析報道。將資源本來就是國家搞到必須做盡啦。腳能嘅水調度，冷少少嘅天時。也到熱唔驚冷，入到水調度，愛準開水板頭，乃特別嘅天氣愛陰天，做清意思夾到。夜暗1點就來，2點就來，都冇24小時，冇時間上。就冇9點鐘呀，有嗰度放出來咯。富士港水板頭也好按重台嘅指引，喺南台灣從夾到按年嘅總水板，差唔多有2000人上億，夾到都係農民。種水板同農民相互打合，本有限嘅水資源做得更加有效來利用，亦稱對抗天寒嘅影響。去年起時就為今年世界盃上嘅減減嘅一抽南化水庫嘅水。厲害嘅天寒嘅時間吼，對啲種水工哦相當嘅重要。24點鐘哦，全部都準頭準備就喺度種呢。管好嘅馬上都留當個通知吼，講水冇保標嘅。水電無天。冇話到係水澗、必鐵、流水嘅，也係農民認證嘅滴灌技術。對電作物愛水嘅素材來灌溉，一滴一滴都會清潔高。引進了這套滴灌系統之後，發覺它對我們果園整個供水的狀態，由原本20噸的每天20噸的消耗量，可以減成每天10噸水就夠用。所以相形的對我們栽培的成本來講，降低了許多。以色列的話，它是一個沙漠國家，它的農業產品竟然可以大量的外輸，而且可以出口。我們有沒有去好好考量？這是為什麼？這是國家的領導者應該去全面去考量的。所以它的操作控制它什麼時候開始滴，然後每一個那種就是每一個閥門它要滴多久。就像係人嘅身體運作共用，開關像係農場嘅大腦控制軌道內統。加壓摩打將係農場嘅現場，負責撈水送到溫室嘅特製角頭。只要時間一到，它那邊開關一打開，這個水就會從這些的那個小洞就開始跑出來，然後
然后跑到你设定的时间到了，它就停了。头摆4000人平嘅农田，一年要用脱19万吨嘅水，也下有位地個泥土，一年1噸水就要拉用嘅。而水唔拉，大家強下來對抗天旱，省水就會對細細嘅蔬菜開始做。對農民來講，水就像幾道神洪流嘅血，滴滴都千寶貴。詹先生，你看到刚才跳下样片有讲到，其實你啊作物為生長，當然為水嘛吼。不過你農業用水真正係用到挺多的係嘛？你咪啲水用落去，其實一大部分係本植物吸收掉，一部分是變地下水，一大部分是蒸發到大氣天堂去。啊，規則大家環境嚟講，你講做中後天嘅會好量，因為佢中後天有降天，啊有個食品，因為水量樣好少。你係講所有中後天全部冇落時天冇降天嚟講吼，該規則環境是唔係現代環境。所以你講該水那都做降種，是即係水流下去啊，做得變做地下水一個涵養水源係安樣嘛？哦，所以你下最近學界又在講法，按到長水魚農係安樣解決呀？長水魚農其實長水大地，它佢通信呢，因為你飲水嘅過程中，其他嘅植物動物春天嚟該收的，大家又吸到水啦。每次降檔，你嘅天地都有吸到水啦。你係講每係西天，每係降天，去提沙漠化嘛？你一直變旱天化嘛？旱天化現在你規則環境是唔係講了下環境啦。哎呦，那平軒我先請教一下，外界說農業它的產值相對工業低，然後呢它的耗水率又是相對高，所以在這種高耗水又低產值的情況之下，是不是農業在用水其實讓我們現在的嚴苛的條件是我們天生缺水？外界都批評農業說農業的用水高，然後農業的產值低。那我想這邊是有一個迷思的。第一個，農業的產值低這件事情，這其實跟我們國家政策息息相關。因為過去國家長期以來都執行我們的低糧價政策，那是政府是有意識的去控制我們的糧食作物的價格。那產值的計算方法是你生產出來的產量乘上你的價格啊。那如果國家長期控制低糧價的話，你要農業的產值怎麼高？所以這是一個產值的迷思。然後第二個是農業的耗水高。確實，農業的飲用的水源是非常多的。可是我們來看看農業用水的比例，在農業用水的比例裡面呢，農業引自河川的水是75%，農業引自水庫的水是14%，農業引自地面水是6%，農業引自地下水是5%。來源各不同。對，那它有各種不同的來源。那工業用水跟民生用水的主要來源是水庫水。那可是農業引自水庫水的比例只有14%。換句話說，農業用的比較多是一些在河川或者是地面徑流，它本來就不會進入水庫的水，然後用它去做灌溉。那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一味的去說哦，農業用耗水是70%，或是農業耗水很多，這是不公平的。我們要看水資源它是如何的分配利用，農業從哪個地方取水的這個觀點去來看。說那農業到底耗了多少水？那第三個部分是農業的用水並不是一次性的，農業用水是可以循環的。換句話說，我的水如果進入民生或是進入工業的話，那它是一次性的，它變成廢污水以後，它就要排掉。那我們還要去使用淨化系統，然後才能把它回收再淨化。可是農業用水不一樣，農業用水是它灌溉了以後，它灌溉了這塊田，然後水出去，它可以再灌溉下一塊田，所以它同樣的一滴水，它可以灌溉整條河流沿線的田。其實你講到哈，那個水資應該分配，這樣子聽各位來賓稍微一頓討論下來，我們發現，比如說像工業用水，好像是火車開往西邊，是直一列式的開過去，它必須要經過高度淨化，可能才能回收再利用，還得看工廠要不要回收利用。不過農業的用水，它仿佛是循環性的。不過剛剛平軒也點到一個問題哦，在台灣這樣子，雖然水資源很多，但是卻是缺水的情況之下的這樣一個島國哈。看到你下充氣在台灣嘅分配安樣，農業就佔了7%。民生用水又減2%，工業部分係10%，係佔了部分嘅1/10添啦吼。看起來我會請問就係講，從安用水資源嘅分配，按多年下來，你知道你下台灣面對，你下真正凍欠水哦，佢個後早有講咧哈，現在這個乾旱的頻率在縮短，它的發生率變高，你還有一個極端氣候嘅用影響下哈，到底你水資源分配係咪有重新思考？你嘅想法？看這個數字哈，人家數字大概已經在台灣已經大概有20-30年哈，沒變過哈。可是我們在30年前跟現在是一樣的社會，對。他們講我們現在的社會跟過去有什麼不一樣？
因为马该冇强用，大概加入 WTO 之后哈，我们很多农业产品啊都进口了，那很多农田都休耕很多对吧？那将有加入很多互相买贸易协定之后啊，将我们农产品都像美国的啊，像东南亚国家都大量进口台湾的哈，所以这样有农耕这一块的用水哦，这样那个田啊会逐渐的缩小了。那我这块说哈，我想说政策都要随时要调整嘛哈。哦，你用要调整哦。而且我好，因为我们的耕地面积逐渐变少嘛哈，那许多该买农业水权部分哈，应该做一些适度的调整啊，这第一个问题啊。降低吗？应该降低一点的哈。那降低如果将来没有再给他水，农业就没有再办法发展为安吗？我想这个没往定死的了哈。随着这样，我们现在要农田再多再回来也没关系哦。所以政策是应该是一个滚动的政策而已。但农业的水肯係假的啦，唔係真的。其實欠缺嘅白水本工業用嘅，白本用啊，先冇弄那錢啦。哦，其實欠缺嘅時，其實那本用，所以佢水肯咧講啊係假的啦。哦，只是法定，實際分配還是會被工業搶走。我意思講嚇，農業用水嚟講嚇，你講佢降低嘅時候，你限擺佢啊，佢民生農工業嚇，佢慳嚟貪先啊，仲係慳嚟多啊。還要原本跟農業是不可能啊，不可能。佢啲啊農業發本當工業當民生用水嘅時候，佢你講發過意思發過意啦。啊，咁佢發過意些，安尼是上清楚的啊。農業嚟講，啲啊價錢大原因嚇係安尼進口嘅問題啦。其實嚟講，呢個麵包重要，個鑽石重要啊。個鑽石是唔會薄嘛。跟面包可能不能但想可能工业產值。總的是講看重工業，因為咱因為上水來講哈，民生農經濟學水講去提高的話，其實有刺激這個水用2遍、3遍、4遍的問題啦。是。但是農業用水其實用多遍啦，佢用太的水根本確實完全用太啦，佢用那邊自來水對蒸發，還有轉到這規則系統裡的度。唐就有安用性上的疑點，平軒我請教一下，從這個法定的水源分配來講，我們像那個最大積水量的這個基吉蘭河堰，它也是規定9成是農業用，1成才給六輕用。可事實上到了枯水期的時候，六輕並沒有停產，它還是持續在運作啊。所以從農業這邊調撥農業用水給我們的六輕，所以攤算下來，其實六輕的用水至少在4成以上，農業就降到大概5成，將近6成。所以你怎麼看呢？這個水資源讓它分配更合理化，是來降低農業用水因地制宜，或者是與時俱增，再來調整工業的用水，你的看法？我想這邊要從2個觀點切入哈。第一個用水是這個是數字，這個是目前這個是用我們目前核定的水權去分配所算出來的比例。可是實際上現場的用水是不是這個樣子？我們以彰化那邊來說，基吉蘭河堰剛剛主持人有提到，那前幾年引發重大爭議的就是中科4期，他要引那個農業用水到中科4期裡面的時候，那他那個時候是每天調撥6.65萬噸的農業用水。可是我們知道彰化縣地的狀況來說，其實已經是公4停6了，也就是說農業的灌溉用水本來就不足，可是他把農業用水調撥給工業用水去使用。那換句話說，是讓農業用水不足的狀況更加的雪上加霜。那另外是說，這些調撥的農業用水，它就會被分配到工業的比例裡面嗎？其實並不會，因為這是調撥農業用水。換句話說，它的水權還是在水利會所管轄，只是它移撥給工業使用。所以在統計上，這些水權還是歸類在農業水權哦。那農業有點吃虧，感覺上。換句話說，我們看到72%農業水權，實際上它移撥出去很多了，它農業可能佔不到72%，工業也不是只有10%。這個是第一個要切入的地方。那第二個要切入的地方在於說，水的給予並不是只有我們看整年的平均數字或者統計數字，還有什麼時候給水，這是很重要的。我以雲林為例，雲林因為有六輕，它大規模的把水移撥給六輕使用，造成雲林當地其實是常態的停灌。我前2個月去訪問過當地的農民，我問他們說，你們什麼時候有水？他說他們還是會給水，可是春耕的時候上半年是完全沒有水的，是停灌的。那什麼時候給水呢？是秋季。大概台風季節過後8、9、10、11月，這時候給水。可是那個時候雲林是種旱作啊，我不需要這麼多水啊。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在水的調撥上面，這邊來說，我們只看數字是不準的。我啱想到一個問題，有些搶問應該佔性上啦。到底農業會用個燉水，你就講可以長水魚農。佢長水魚農來講，有加則面向。第一點是講避湯嘛，長水魚農嘛。你係講特別亞家講可供價水庫嘅依賴性強重咧啦。啊，即個避湯一隻吞體啦。你吞了冇避湯嘅人是冇蓋
调节功能嘛。像你土山的鼻通嘛减少啊，你新竹站的鼻通嘛减少啊。你讲长富运动有你这是鼻通，你这是地下水嘛。因为你灌溉一些水会走地下水去渗漏。还有一个问题是讲水强度已经冇因为抢水啦，沙是冇水啦。近期就发现水又该加起来，这是欠水事件啦。按欠水事件，确实在到农业纳水的啊，经常冇同意啦。你看问题是怎办啊？你个民生农工业部分啊，要上水冇，即个检讨啦。甲检讨的时候，你会比上水咧，佢早利用来讲，就是水价起较高啲。去看佢，比如讲，你个水价高啲，看佢咁拢投水冇啦。佢唔会拢投水，佢即个会啲家是上水嘅部分。确实咯，在我们线上这样教授工作一单问题啦吼，水大家都会抢，尤其系冇水的时间哈，无论工业的农业，所以你就电导过咧好好咧想吼，到底从工业叫用到安多的水，佢水用过了后，个污染是有动过。到底那个工业有法土七个水那种咧个利用，唔但像容易摆哦，从农业强用就两三摆、四摆，天天咧按用咧做回收，你系做一点么？企业又按用个社会责任咧做么？你个透过新闻分析报道，强下来关心讨论。做纪念片应该要用摕几多水呢？以台积电来讲，加条应该出来用摕9万吨较加嘅水。不过加条废除转来，再个利用嘅水，应该做得用24万吨较加，也系因为做得到嘅喏。加条却意思低度嘅亚土欧洲水废除处理系统。中央已经创放6档嘅机台进运作，也特别係延伸出有1200億按度嘅經驗之操作，留下將係台積電嘅洗水庫，慢慢嘅貢獻勞資操過程當中生成嘅歐洲水廢除再個廢除。一片就係台積電歐洲水嘅處理廠房，差唔多就有3000人平安台。也地度呢就係有20種嘅歐洲水撈佢分開處理，條南我起來，大家係看得到一條一條嘅水管，地度就係歐洲水行嘅路線。一個灑水的機制，在機器裡面它是一直在洗滌，要排放的廢氣會做一個洗滌的動作。紅色、藍色、乜嘅色都有，一條一條嘅水管擺到斜斜，用睇地位來看。畢業度嘅水本來係烏烏濁濁，停腳處理過後，歐洲內建造龜團，製作紀念片過後嘅歐洲水，經過一層又一層嘅清化，清米含做得拿來效唔嘅。因為已經做完超純水的一個結果，所以在這相當好的水資源，即使它的量很少，我們都很珍惜，必須把它單獨收集起來再利用。它實質上貢獻到回收率多嗎？坦白講不多，但是重點是在它的意向上。養成這樣的意向，你所有才有辦法聚沙成塔。唔但將錢要用到該當用嘅素材，水未強用。透明嘅管理度，一滴嘅水就會拿來再個利用。啲台積電也，一滴水就得重複用3.5倍，用水量啲個主要生產半導體嘅國家當中係淺少嘅。目前來講，回收率都85%以上，台積新五廠來講係都88.5%以上。廢除水成本按高，但搶一條散線，上水實批就有1.5億按度。不過一年做得廢除轉來8760萬噸嘅水，廢除再個廢除，利用再個利用。面對周天寒，用水太富唔會驚。每天愛先請問這樣教授哦，看到該樣片，其實雖然講廢除水該處理成本動高，不過企業嘅那利潤很高，叫存台錢，其實佢都有法度做到啊！你係咪知道政府應該好好咧控制規條，企業應該按樣做？唔該，上次你係講水價、氣價來講嚇，佢提上辦法做得到。你台積電來講，佢係道德上、概念上係主動去做嘅。是把你個價錢做出來嘛？唔係大家共識嚇，願意按樣發展做啦。你係講嚇，你係水價嚇高到來講嚇，佢不得不發展做嘅時候，佢是會認真去做。所以你知道政府應該會強制性嚟要求。你強制放出咗，挺難啦，你不如水價啦，因為做生意啥嚇，佢成本嘅概念嚇，佢點會算落去啦？你係講用法律來講啊，佢會點解要係冇嘅嚇，會審啦。你係講水價來講，佢審得啦。其實從教授講到，那政府方面提出拿出幾個政策，一個供期吼，本那個水價起來，本那個企業會做那個利用時節會好好來想。不過廖教授愛請問，其實了無論係學校方面，也係講民間有了到社團，確實也都按翻那種廢棄水。你做出來廢棄水做得
讲买本那个工业，就系讲铁工工业，你都用两种做回废锈水。你都试过去打开安样个途径么？他会讲，其实咧办法也上困呢。反正恭喜咧，就会要那个高耗水的工业哈，去做啲家用那种废锈水。其实，张教授讲的都是对的啦哈。其实你要讲个工业用水哦，你嘅水价当便宜哈。其实唔光水价，就污水嘅排放费哈。你卖水嘅钱，还有污水排放费哈。你要价起冻柜价，其实唔敢咧。其实可以回收水而已啦。好，所以因为这两个是从上水的那个到下水都要一起来做，才有效果这样子哈。不过你要政府嘛想做这个问题的，政府你要走这种定那个标准，90%，好，85%，我觉得定是不对的啦。因为大家共创你所在的地方不一样，北部来讲哦，北部的水下多，南部的水下少，离岛水还少对哈，所以应该各地的情况是应该不一样，你定的标准找一个应该不一样才对。但是不能定一个固定标准，这样是不对的哈。我哋政府哦，大概全国要找6个生活污水处理厂哦，做回收的力，把这个水呢准备供工业用水。就安地嘛哈，6厂啊，但是而家當到問題啦，乜問題呢？第二個生活污水處理廠哦，佢處理嘅設備哈，找到2級處理而已，2級哈，還達不到該再用的那個水質標準，佢要升級到3級處理，該花多錢。哦，佢你要種好似你買管啊，水管哈，送到工業去，哦，該發錢。咁冇相關啊！上本工業咪用水那個廢舊水當然成本貴，佢出嚟錢也會多啊。或者貼補那個。沒得當到問題啊，就你有升級到3級處理哈，發錢發時間，哦，你買水管買發錢發時間，你要雖然貼水唔拿，你攞唔差啦，睇我冇做呢。哦，就睇我做，你也攞去擦；你睇我幫做，你也做攞去擦咧。唐迄個動那你暫時講小有可能，你下你政府做偏吼，買本了解工業，工業個可能因為了處理水嘅新聞動過吼。你主要係你處理水嘅位置啊，讓佢工廠冇強制回收啦。你要主要係工廠自家來做。自家又而家污水處理，從自家處理自家來做，自家用，冇事係還有出，還做本隔壁嘅用，咁樣才有可能。庭軒你怎麼看開徵這個企業的耗水費？我想哈，耗水費這個設計原則上是正確的方向。那因為基本上哈，就是台灣水資源稀少。那你耗水費的開徵是針對用水大戶去開徵，那你使用了這麼多的公共資源，可是你的主要目的是盈利嘛？對，那不管是以企業的社會責任來說，還是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來說，你確實應該要承擔多一點的分配的貢獻，這樣子。所以說，我覺得耗水費是在這個基礎上去建立的。不過耗水費，我覺得它是一個輔助的政策，最重要的還是說我們水費合理正常化的狀況。因為比方說以現在水利署它在擬定的耗水費的規劃裡面，我1000度以上開徵，可是如果我完成了省水的工作的話，那我可以減徵，最高可以減徵60%。可是重點不是它有沒有完成耗水的工作就可以讓它減徵，而是它節水以後，它可以省下多少？它可不可以節水到1000度以下？你節水到1000度以下，你就進入比較低的級距；你進入1000度以上的話，那你就會突然3級跳到很高的級距。我覺得這才是治本的方法。那另外剛剛老師也提到強制污水回收，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做法。那另外我還想提一個是我們的水質應該要去做一些區分，在各個產業裡面，它會需要用到水的水質是不一樣的，並不一定說，比方說灌溉水它肯定要很好的水質，可是工業的冷卻水它不用到灌溉水質這麼好的水質，所以我們在技術上有沒有辦法去做出水質的區分？那你像科技晶圓業，它需要用到很高品質的水。那你既然需要用到很高品質的水的話，那當然你處理水的成本就提高，那你就要負擔更多的這個處理公共資源的費用。那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分級距的把它訂定出來的話，那我想在水資源的利用上面會有一個比較良好的分配。其實因過平時意思係還係講那個水分做電機的以後它係主要做啲困機利用水體最大效益嘅目的去用啦。咁搞笑啱用搶門啦，其實你跳下又已經講到而家媒體係講你個擴煙，你下冇辦法擴煙，填做節流嘛你節流嘅部分你填做提到，你個水錢填做提高啦，提高呢個企業就會講唔敢用錢財打上水啦，個歐洲水可能也會廢舊嚟用，不過你下廢舊的單強時尚添你提到要衝高這個
污水回收率自己使用的那个层数哈，出体水疗前提做鱼子诶，还有其他个棍棒或者是萝卜也做得用到地步诶嘛？挑好方法是鱼架啦。鱼架都错。你讲每鱼架咧讲，其他讲诶，大部分系道德劝说啦。该做得到的因哦，是做得到啦。你看问题是干嘛呢？你看很伤水已经伤，你讲3000好啦，很3000已经伤到出油啦。冇好啦，咁浪费哦，你是讲道德劝说啦，你係講浪費水比較好多錢的啊，佢會同你講嗬，佢會想佢自己嘅方法啦。你咋呢？樣乜講呢？大家工廠、大家企業，佢用水嘅方式冇強樣啦。不講乜嘅方式咧，講考慮到嘅設計嘅精顯啦。分級來稀水噶哈，確實就好樣的。比如家庭嚟講，你10度以下冇攞去稀噶，超過以後是我兩號太攞去稀噶。很多早超過，當然嚟計泡澡因咯，當然用水用動態嘅部分咯，攞去稀好多的。很幾種會讓佢用多因上水哦，比用少因上水好過好多。嘛，很較重要呢，好重好夾啦。哦，好，非常感謝你鄭教授本啲安好嘅建議哦。後尾呢，你啊，像我廖教授就係講，你討論到呢一下吼，那個發現上水吼，聽說上啦吼，梗係冇辦法避免嘅事情啦吼。呢下呢，呢水錢也開始要好好檢討，呢個合理嘅分配吼，仍然係當重要嘅事情啦吼。後尾你嘅結論。孟加取得推翻最缺乏的東西哦，有2個東西最缺乏啦。來感覺哦，推翻冇養成個節約用水嘅習慣啊。就挺便宜的。你講以色列嘅百姓哦，佢從出生開始哦，不管6千英、8千英哈，他得說。比如他 DNA 一樣，佢 DNA 就是要省水，佢國家冇水嘛，佢省水嘛。台灣冇呢個觀念咯，所以政府喊半天冇用，大家無感。好，我講要水當啥？我想主持人你轉復喊因為省水嗎？好像因為也不太會了，無感嘛哈，都水價當便宜嘛哈。那第二說我們怎麼樣提高我們推翻了哈？各不管農業也好，民生也好，工業也好，它的用水的效率怎麼提高？好，怎麼監控哦？我想剛才農業講很多的哦，像大家講民生講很多，工業講很多，農業我們講的比較少。好，我倒覺得說，從來要3方面用水哦，應該怎麼樣去讓它用水又好效率用水。哦，這個是比較重要。水拿到咧會好用，切對總的大眾咧係睇重嘅事情，佢可能對水嘅資源分配可能也會合理，然後用嘅方面都會按用。最後評選也是這樣子哈。剛剛其實我們廖老師提到一點還蠻重要，如果說我們的國人個個都能夠有水當思無水之苦哈，從小就開始體認水不是上天平白無故掉下來給你的禮物，你是必要透過珍惜這樣的手段，你才能夠持續的享有。那你覺得其實在現在下一代對水資源節省的這個教育哦，其實你也是年輕一輩。剛剛廖老師很悲觀說，我們談了這麼多，你真的回去會節水嗎？你會嗎？對，那我想因為今年這個旱情非常嚴重啦，那過去我們也是有不斷的在研究水的議題，所以說對我們來說，水資源的確是滴滴都珍貴的這樣子。所以現上看到，像從去年的旱情到現在，白天出門的時候看到出大太陽，心裡都很難過，希望它高興不起來，希望它趕快下雨。對，其實你發現討論到2禮拜內，你台灣係一個有落水動作嘅寶島國家，不過你大三年做得用嘅雨量、用嘅水量，實係有係全國、全世界按用環境嚟算係偏大哦。在按用嘅先天嘅條件之下，你天做好好嚟想，無論係上輩嘅政策部門、公部門，到中間你利用嘅產業，比如工業又係農業，還到民生你大三年，從水利方面天做好好嚟思考，好好嚟學習，你係入門原然嘅功課哦。今日非常感謝到呢邊討論到安心嘅關係到討論吼，希望要得到很較多嘅智慧，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哦，你會好好進行水資源，你係你出面大會討論出嚟一個焦點，感謝大家收看，你再會。
得用水，它得维持每天的产能。在看到我们屏东人眼里，我们兴起了一个念头，我们应该发展地下水的地下黑市交易。必定有钱赚，一定有钱赚。我们做家庭式的服务，你们高雄人没得洗澡的、没得喝水的，我们来可以提供避难5天的家庭旅游服务，怎么样？听起来好可悲、好讽刺哦。对，这个就是我们整个道德一直会滑下去的原因。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我们纵使有法令，我要去执行、去取缔或者去管理的时候，这些通通取缔单到首长的前面的时候，他如果给你写一个叫在意呢？在意就是说，哎呀，有很多议员来关说啊，不要急啊，再来谈啦，再给他机会啦，再给他缓冲啦。每一任都来一次缓冲，每一个法都变成不能执行。所有的基层公务员他还有士气吗？赏罚不分明，赏罚不分明是没有办法保护环境的最根本的一个地方。是。好，所以我们是觉得说，在这部分上，我们的道德要反映在法律上。赏罚要分明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政府要诞生才行。目前是一个完全都可以关说，可以随便，可以把我们的自然资源拿来贩卖，甚至偷用，偷啊，都一个贼的关系。那整个国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能期待怎么解决缺水问题？是，好，谢谢。非常谢谢周理事，也谢谢我们的来宾。我们今天的讨论一个归纳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大家都体认到水资源非常的珍贵。不过这样的体悟真正有达到内心吗？无论是情感面、工程面，甚至法律面，各个环节相扣之下，你希望推翻改水资源，做对汉卡又好该利用。汉卡也诚如李教授提到的，其实我们在针对水这个管理。永远大于开发，管理是更重要的。我们现在所浪费掉的水源，如果能够救回来、叫回来，好好的再把它重复使用，难道不是对上天的一种回馈的感恩吗？所以俩主系你咧好讨论，从研究个管理到下节下2礼拜呢，还会持续咧关心讨论哦，到大家水费嘅调整，还有你水费嘅用法，还有流水的啊，中关注个问题。再会。